好，泽伦扎西罗摩切，你好，你好，高兴您接受我的访谈啊。我想请教一下，您作为音乐的，也是修道人，又是一个对于藏传佛教的一个特别的四大教派也好哈，也汉传佛教也特别去了解。我想请教您本身在悉尼，也在这个藏地，也在不丹这个领域里面，你对于这个不同领域的藏传法师的一个发展，目前来看，整个全球佛教的一个藏地的在地化、本土化，您有怎么看法？首先呢，我就是不是什么音乐家，但是我也做过一些翻译，我也写过一些书，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也就用藏文和中文经常讲一些佛法啊，大概就是这样的。那就是你也这次就看到了啊，这个不丹是非常虔诚，信奉藏传佛教，也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藏传佛教为自己的国家的一个这个宗教的这样一个国家。然后尤其是这次呢，就是世界整个的这个佛教的三传佛法一起为世界和平。然后进行非常这个历史这个性的，好像400年历史当中的第一次的那种盛会嘛啊。那当然，这个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他们是藏传佛教或者金刚乘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金刚乘啊，很多人确实会说，什么叫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有什么差别？这个经常是这些信徒和居士和好奇的人，对于这些佛教有好奇的人都在问的问题嘛。那我们也有时候回答问题有点困难。因为呢，有些是从教理上、见修性方面都可以有差别，但是另一个呢，就是形式和比较显现那种现象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这个文化和风俗习惯很多的因素也放在一定要放在里面谈，所以呢，这就是他们的。当然，这个生存呢也离不开这些文化背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好，那我想请教哈，先不谈海外，先谈不丹的僧人哈。那不丹的僧人，通常我看到的很多都是从有小朋友的一直到长大的嘛哈，都是父母意愿送他们去，还是他们自己意愿去的？这种呢，就是两个都有的。两个都有。对，两个情况都有。当然我在不丹待的不是时间很长。但是呢，我按照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和藏地的这个情况，其实大同小异嘛。所以呢，确实有一些呢，就是父母小时候就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出家人，送到寺院。那孩子也就是没有别的什么想法，明白吗？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他没有什么这种要去选择我别的一些什么。城市的生活啊，现代的教育啊等等的那种想法嘛，所以就是还必须会，尤其是这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要听父母的话，应该是东方文化和教育的蛮相似的，对，相似的嘛。所以呢，他自然而然就是这个父母的安排去做。那有一些个别人确实有一些父母不同意，但是自己很想去寺院的，也有这种人，这个也是一种他自己的。对对，这种也有很多案例，我也知道，有些呢，就算是他是。不是成年，但是他也非常有主见，至少自己非常想去寺院当喇嘛，然后就是甚至父母不同意，他也还是想去的，有这种的。那我所看到的不丹的僧人特别多，那不丹的僧人特别多，会影响整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吗？这个呢，应该会的。对吧？整个经济的发展，包括是女众会特别多嘛，哈。但是这个呢，有一个细节，比如说，你说是影响经济，我如果用现代的一些经济和，比如说城市非常那种要发达的那种国家，要开发，要每个人都为了经济要奔跑，然后就是要这个赚大钱来讲的话，那肯定会受影响的。可是呢，有时候呢。每个国家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理念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一般人，他们明明有很有机会赚大钱，他不要了，明白吗？所以呢，其实不但有出家人多的时候，
然后就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经济。但是反过来呢，可能因为出家人多，所以就是和平宁静、人民的幸福。我们不谈这个文来世的这个佛法本身的这个理念，在今世的这个生活当中也许可能带来不一样的价值。所以呢，你觉得呢？那个价值重要呢，还是钱多一点重要？这个就是要个人做决定了。所以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决定对象哈。那如果是说哈，想请教一下，这些不丹的僧人，他们能够申请到海外弘法吗？这个呢，比如说您呢，现在在玄奘大学教授，对吧？就是你也有很多认识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师父嘛，所以在台湾，比如说，一个宗教签证，那任何的这个，不丹的这个喇嘛基本上是可以去弘法，但是他们的签证的，然后就是能不能拿到居留，真的是一样的，就是每个国家都一样。所以呢，他们并没有因为喇嘛拿不到签证，这是没有的。没有哈。对。那据我所知哈，就是不丹他的这里有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宗教领袖，对吧哈？对。他的管制的方式跟泰国的僧王的方式是一样吗？这个呢，我不太了解泰国的管制的方式，所以就我很难回答。但是这边的管制的方式和泰国比较起来的话呢，可能这边呢就是更就是这个这边的宗教领袖的地位，实际上应该是高于泰国的这个僧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你看这次的，就是印度总理穆迪来的时候也好，世界祈愿大会的开幕也好、闭幕也好，这个国王陛下一起出现，一起。有点像平起平坐了，他们的这个领袖有非常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在，而且每一个宗，他们的宗就是有点像县一样的，每个县镇里面有专门的一个政府，就是怎么说呢，官方，特别是属于官方的一个寺庙了。这个里面的喇嘛的，对，不等的，所以呢，这个官方的这个寺庙的。喇嘛的所有的吃的住的全部都是由国家负责，等于是皇家寺院呢。有一点这样，但是不是皇家，这是整个国家的寺院。国家寺院，那这个国家寺院就没有开放给一般人呢？有开放，还是有？但是呢，他们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主要的是叫猪八戒居。藏传佛教有。4大教派和5大教派嘛，其中一个叫噶举派。噶举派有8个分支，还是有更多的分支。这当中有一个叫做天龙猪八戒居，然后那个猪八戒居呢，就是其实他们的国父是猪八戒居的一个大盛世，也就是几百年前的。他们叫小众，就是他，因为他就这次我们看到那个大祈愿法会的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莲花生大师，中金寺释迦牟尼佛，是那边的有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就是小众，所以呢，因为后来就是他们正式的立国，还有自己的宪法的时候，宪法里面就是他的这个传承有特权的，而且他有这个特权，当然也有一些义务嘛，为国家要修法啊，什么，这就各种义务也在，权利也在。因为我看到就是说，他有一个场景就是。国王还有那个印度的总理哈，然后中间就是有一位国师嘛，对，就是那一位是代表的整个不丹的宗教的一个首领，可以算是吗？是的。好，然后另外一个那天你有提到的有关就是宗教领袖是馆长，整个不丹的宗教庆典，什么叫庆典？也就是佛教的一些庆典，他是掌管整个。但是比如说这个里面有宁玛的教派。然后宁玛教派有自己的里面的寺院在做什么干嘛，他们不会去管，很多细节的，就像完全有自由了自己的。但是呢，比较一些政府一些官方的，比如说国庆啊，还有什么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整个的这个乡镇性的呢，他们就是这是这个猪八戒居。那当然呢，比如说你今天那个国师有创世论金刚的观点。因为这是一个上师和弟子的金刚乘的一个师徒关系嘛，比如说其他教派的人他不想去没有关系的，
不会，因为我是国人，你一定要跟我求法。那就是他没有这种自由性的吗？完全是这方面是肯定自由，完全有自由的。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权利和，尤其是比如说这次是17元法会，比如说要出面接待一个贵宾的话，那肯定是他们是这个代表人物嘛。还有行政上呢，确实是他们呢，就是有些跟宗教相关的一些活动啊，国家的名义要办的话呢，由他们来负责的。对，那我想问，那个不丹的僧人有宗教局去管理所有的僧人，包括他们的升级、戒牒，也包括他们本身，这个每个寺院的一个管理的报备。所以我刚刚说的是这个呢，就我刚刚说的一样的，就是各大教派都自己管理，他不需要跟那个。这个当然不需要。比如说我去什么法，我的上师谁，然后就是我今天是这个要出家，我今天要还俗，然后他在那边，比如说整个，当然是一个人可能这个损害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宗教，比如说那个不是形象是有损的一些事情出现了什么的话呢，那肯定会有纪堪部来，就是真的要一些那个有什么要发表啊等的话呢，由他们来做嘛。但是呢，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和自己个别的一些内部的都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啊什么的。明白。那整个寺院的最大的经济来源都是靠信徒吗？应该是吧，当然是。他没有像就是汉传佛教就是耕种了农作物啊，自己自力更生那些有吗？自力更生的部分肯定有的，比如说，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因为不丹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那种农作物的一个国家嘛，然后呢，就是尤其是现在，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些商店呐、饭店呐，属于寺院的那个里面的有一些赚到的这个钱呢，就可以成为寺院的一个等于是由寺院管理了。对啊，对吧？寺院自己管理自己。等于是说寺院也会去经营商店、酒店，甚至是说就是不会，酒店的概念就是饭店嘛，对就是嘛哈。对。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农作物之类的嘛。对，明白，这是维持寺院的一个经济来源嘛。对。那我想问就是，您本身就是在这个不丹也好，在中国大陆悉尼也好你有没有发现到藏传法师走出去到全球里面，发现到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在地化本土化来融入那个生活里面，尤其是他们的一个就是不涉及到政治领域，能够跟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这个我觉得在藏传佛教，尤其是在西方，藏传佛教做的最好。以前20世纪，比如说曲中抽巴仁波切，还有索迦仁波切。还有很多的上师去英国、去美国，他们还跟他们的嬉皮混在一起，先跟他们成为好朋友，甚至就是一起喝酒吃肉。可是呢，就是最后他们变成信徒，由他们来改建寺庙，改建在美国改建这些 university， 然后就还有大佛教的出版社，直到现在这个传承一直延续着。所以呢，很多尤其是他们就是非常深入的学习，比如说西藏生死书，因为那个作者其实是1959年那个年代就是去到印度再去到那边的，但他自己先去学校，然后就学英文，然后再就是知道他们的各种生活和文化，也就是表达方式等等的一些，然后呢以这个基础上，他写了这本书，比较生活化，比较人性化。所以呢，他们这个呢，而且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其他地方的上师们，至少在观念当中呢，大家都非常认同，必须要融入，这个当地的文化，更要关心你当地文化的这个地方的环境。我个人也是。我发现到这个特质就是，汉传佛教走得那么快哈，当然首先语言关系，因为英文蛮好，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先看信徒需要什么给什么，就好像中山仁波切，他的方式就是穿越传统，翻越传统，跨文化，
对，哈，跨宗派的方式，对，哈，用这样的方式。那如果是说这个在西方可以行得通，那如果在东方呢？你觉得？东方呢，两个都要用，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在马来西亚也好，新加坡也好。你是说你需要用东西方的元素里面再去？也就是说，必须要很活泼，有点偏激偏左、平易近人的方式来，不要那么严肃，不要那么传统，不要那么一开始做事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一大堆的这个规矩来约束他们。而且就是让他们进来，就是先要一些鼓励，还让他们觉得就是不要有这种那个大长官的那种，就是高高在上的那种，高高在上。这个就是这个方法是在东方文化里面特别重要，东方社会里面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上次我跟宗师仁波切访谈的时候，仁波切也说过了，其实他就是觉得西方有两种西方，一个是人是东方人，但是脑袋已经是西方化了、西化了。那这种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用那种西方方式、西化的西方方式嘛。那人也是东方，还是这个传统的，也有一定的环境。那肯定我们也要阿弥陀佛来度他们，我们白眉红观点加持，都是有用的。有用了哈，有用，必须要用到。好。那你本身对中国大陆这个四川这一块肝脏这边也很了解嘛？也有一些好朋友在那边。那本身在悉尼，包括在台湾和这个不丹，那我发现到你一个特质就是你有国际资源整合的特质。就是说你可以找不同的身份，帮助不同国家的一个藏传佛教领域或者汉传佛教领域。那本身你在设计这个角色里面，包括你在跟中国大陆、不丹还有印度这个领域里面，您觉得你会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国际化，都有国际资源。马云曾经说过，将来的所有的企业都必须是跨国际企业，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逻辑。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哪怕是我今天在这个，其实在那个。我在这里，可能在那个淘宝上面要买个东西，其实是我跟跨国的一种交易，知道吗？所以从这个我们在 Zoom 里面上课，也许是我的学生只有10几个人，但是可以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线上的加持，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国际资源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们好好的去利用它。认识到这个的话呢，不只是我有，当然我也有一定的优势是什么呢？我现在的是身份是澳大利亚人，我学中文呢，这些环境在台湾，我成长小时候呢，就是这个藏地长大，然后呢，也就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和印度都很熟悉了，也有很多朋友了。那这方面我可以说是我有一些优势。那这个优势怎么去应用呢？怎么去整合呢？其实也有一个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和一些很正确的一些或者这个明确的一些思路和一些目标啊。然后呢，在这个方向去整合，就是要一个系统化，我觉得。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在这个那个，那就是对你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系统。对。然后呢，原则上不变，有一点是外圆内方。对，是。对吧？哈，这样也是。明白，太好了。然后最后呢，我更想了解整个不丹的一个文化哈。因为我发现到就是不丹，它的情况还是蛮落后的。就是在生活条件蛮艰苦的，好，包括就是生人住的一个环境。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本身竟然生活得很艰苦，然后在各方面来讲他们没有太多的一些想法吗？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本来就实境和出实境有时候是可以共存，有时候看起来是完全是矛盾的。所以呢，不但落后这个概念，当然你要跟纽约和上海和新加坡和杜拜和反正任何发展中的国家比较起来的话，应该也许可以说是落后。但是另一个呢，就是不但也是幸福指数非常高的，实际上最幸福国家的这样的。但是这个幸福定义不一样。对，所以这就是重点嘛。幸福定义不一样的时候呢，就是你说它是落后呢，这个什么只是光经济来讲的话，是落后的，
明白吗？但是人的生命和人的幸福，那就来自于物质和精神的，一半一半的了。事实上，我们不说佛法的崇高的精神，一般来讲确实是一半一半的。所以呢，第一个呢，不但呢是不是落后？因为我上次去那个，这次我们经过的路上有一个叫布纳卡，我们这次没有去。布纳卡是这边的一个就是一个城邦一样的，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了，旅游区，有这种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吊桥啊什么的，非常漂亮的环境。我上去了，拍照了，里面去参观，没有门票，没有人在外面卖东西，没有摆摊，没有把它没有赚钱了。你也许说是落后，但是呢，没有变成商业化了。那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没有变成商业化了。我现在也许这个言论是不是有一点点，你有些人认为可能是会不会有点种族歧视？但是我觉得有些华人呐，很多都是一看到一个好东西的时候，这个怎么开发，怎么创建呀，就变成更直接就是要怎么这个有价值，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可以用来做弄一弄就可以赚钱了。当然这个是好事啊，钱也有好处啊，但是也有坏处。所以呢，我觉得不但尤其是喇嘛，你刚刚讲到的，喇嘛的生活艰苦，其实不艰辛。这是我们现在的，比如说你在宣传大学的环境，我知道台湾的每个学校，哇，那个都是除了金碧辉煌，质量啊要求都非常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艰苦，但是当我们30年前我们当时学习的这个环境了，已经非常不艰辛。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中山佛学院2005年4年间完成，5年开始入住，非常好的，也是很多台湾的人也是当时的供得住啊。有一个大坎坡，就是这样的500个喇嘛住在那边，非常好的条件，每2个喇嘛就是住在一个房，就是很好的一个房间，但是还是里面不能住东西，也就是这样没有空调啊。但是呢，就是有基本上有的都有，基本上都是已经非常好了，环境也非常好。那总司令部就一直跟我说过了，他说：“看看当时我们还没有新的那个佛学院之前呢，他们可能是10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这种。他说那个时候的大家的学习成绩非常好。现在呢，环境条件好了，改善得非常反而学习成绩和大家对佛法上的那种真正的这种专注，专注力不强了，就培养出来的就质量不一样了。反正你看。无名佛学院，我那个懂你的意思。反正我有很多例子了。所以呢，从佛法的角度，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啊，那就比如说你去少林寺要念无数，要变成少林那个叫立林记一样的话，假设对，你有权利选择不辛苦吗？没有嘛。所以一样的，你就在这个不丹这样的一个地方，要继续要有他们的佛教的文化和这个僧团的这种。不是这是在外表上啊，真正的他们的这个修行的传承要下去的话呢，那必须要有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你接受所谓的落后，某种程度上，但是不代表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不但我们这次去，你看到一个乞丐吗？有没有？没有，路上没有，就是这样。大家看见没有一个没有地方住的吗？没有，就基本上该有的都会有，都有了。所以而且这个里面也有很多条件非常好的，住的很好的，而且全不丹的所有的农作物、水果，那些青菜都是有机的。你能想象吗？对。呀，
那国家会资助每一年资助寺院吗？会的嘛哈，这是基本的嘛，每一个宗派这个其实我也不是住在这里，这具体多少我也没有去研究啊，但是我知道是有的，是有嘛，是有的。那太好了。那就是我发现到，就是说现在也一些不丹的年轻人都往就是欧美的国家去发展了，那你这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那是不是反映出来是说幸福指数他们会往外跑，一定是一个推拉的力量嘛？你看那边吸引他们去嘛，就是因为这边艰苦嘛，他们就会自然会往外去看。其实这个不只是不丹的啦，所有这任何国家也是，但是比如说既然任何国家为什么乡下人越来越山村里面住的越来越少，全部都要往城市里面跑的，就是但是同样的我们会反思说，既然那么幸福的国家，那你为什么会往外跑呢？没有，现在呢，我一定要再次重复，这个幸福的定义的问题就不一样嘛，价值观的认同的问题。我没有说是无条件幸福，所以这些年轻人呢，接触了现代教育，现代的网络，比如说那个有各种各样的外在的诱惑的时候，他们觉得那是幸福的。明白吗？但是也不一定是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呢，代价是什么呢？也就像现在在澳洲、澳大利亚，有几万个好像这个不丹人，所以呢，那些他们的第2代、3代，那肯定不会再回来了，不会再回来了。对。所以呢，就是不丹国家也鼓励现在那个有一个地方专门要建一个区域那边呢就是要创造工作机会、就业机会 ，OK，所以这个必须要考虑，就是想让他们留下来。但是呢，同时呢，他们叫做正念城，对吧？正念城。那这个正念城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功能？这个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因为前天我也有跟这个国王的一个幕僚嘛，是吧？就是顾问，也就是这次基因法会的总就是那天我见的那一位嘛。对，就是那个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总指挥啊。他也跟我跟他做访谈的时候，我问了这个问题了，刚好我可以用跟你这个话跟你说一句。因为我一直想好奇这个正念之城。为什么呢？正念之城是一个呢，就是让有钱人可以住的地方了。也没有太多人去可以去看的地方了，也是一个有点像旅游景点一样。但是呢，他们会那边就现在的构想是什么呢？有钱人就是非常有钱人，他们也有些跟国王说是，我愿意一辈子会住在那个地方，就是定居在那里了。为什么呢？他们会创造，就是有外在的条件。这些富豪是指海外的，对，就是能够拿到长期的居留证，在这里。对。那是什么时候正式可以开放？这个卖地或者基础的建设已经开始。他只是说在那个区域里面而已。那个区域，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域的。那他如果是说不能去其他的区域，只能在那个区域吗？那不是了，就像一个巴厘岛或者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吧。所以呢，你去印度也可以，去那边也可以，但可能有些官职和进出有一个会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区域正念。那个区域是就是建得非常好。为什么叫正念呢？他希望那个城不是一般的城市一样，里面有内在精神的生活。所以呢，这次呢有一些，比如说染江仁波切，他已经认领了一个的那边有一个叫宁玛的国际的一个佛学院。上次我们讲，对，还要创办一个佛教学校嘛。对，就这个在那里。还有南根宁波仁波切也是不丹的一个大仁波切嘛，他也上次跟我这次说了，已经，你看我今天看到他们在腾布已经成立了他们的办公室，专属于这个部分的。那边的负责的干部，我也跟他前几天也聊了1个小时，这是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他创办是他要那个盖一个叫三义寺，就是西藏的那个第一座三宝寺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模拟版，就是另一个一样的，但是可能会现代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的这样。等于是说，就是请一些富豪也好，你一些宗派的领域去认领这块地去发展，对，包括一些企业，对，那海外的企业也行哈。海外的企业是非常欢迎的，但是呢，所有的计划都最后国王亲自要确认，亲自要签名批了才算。所以等于是说，这里这一个区域来讲，以后会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哦。对，可以吧哈？那这个发展来讲，对目前这个不丹的一个计划来讲，大概要多久？
这个你们大家要只是一个一个计划，我不知道而已了，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明白。对，这个其实很多细节呢，其实确实是这个也是吸引这些年轻人会愿意留下来一个就业一个能力嘛。对。明白。而且这个就业的能力里面又有传统文化和佛教和佛学的里面，又有现在一样的各种的这种繁荣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计划。所以这次那个第40国王的那个生日那一天，印度总理穆迪也不是特别提到这个计划，他说是我们全力会支持嘛。国王现任的国王也提到了这个计划的部分。那我回到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些寺院的法师，如果说他们自己要到海外去发展的话，去留学还是去进步跟学习的话，寺院会支持他们的这个经费吗？这个可能跟国家的项目，如果国家安排的一个行程的话也会吧，但个人的话就不会了。国家项目是指，比如说国家觉得要在海外一个地方要办一个大法会，那这些圣徒要去的话就是国家项目了，因为国家也是信佛嘛，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修法很重要嘛。那不丹有曾经推过这样的计划吗？不知道。那如果是个人的说出去想学习读一个博士或者硕士，寺院会支持这个经费吗？这个看个别的寺院，有些寺院的主持人呢，他很重视教育，那肯定会吗？有些呢就不太重视的话，那就不一定，或者有些没有能力了。明白。好，最后一个问题，您也跑悉尼，也带了台湾马来西亚有带过吗？有吗？看过了这几个国家，看不丹，你本身看完之后您个人的心得？从佛法角度来讲的话，台湾当然是汉传佛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很好的一个地方。那新加坡的话呢，就是佛教界要努力了，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信基督教比较多。那马来西亚的华人的话很温和，很那种比较淳朴的那种。就人很好的那种感觉，做义工啊，其他地方去帮忙，我也经常看到在台湾。那你是因为看到我是马来西亚人才这样讲？你才没有这样的。没关系，你说实话。没有，因为我没有说是你是这样的，马来西亚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我在吉隆坡是比较单纯比较淳朴，淳朴一点。真的，马来西亚人除了淳朴之外呢，就做义工啊，其实是很用心的。就像我的荣生频道里面很多义工，马来西亚做的特别好，所以当然不只有马来西亚，但是马来西亚做的很好。等于是你在国外看的都是马来西亚，都特别发心当志工。那没有绝对的比较。你也觉得比较啦，但是马来西亚也有这个特质啦，那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原因呢？真的很难说清楚，因为每个的这种形成的任何的现象都会有各种因素在里面的。也许马来西亚的华人比较辛苦，因为毕竟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大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那边呢就自己也就是有点像少数族群的那样的人，他呢就自然就是他不会那么的一个骄傲的一个状态。比较随和，会比较随和。你是在讲我吗？开玩笑了哈。好，然后我们刚刚认识，你真的是不是随和不知道？你是精灵聪明的人，你的随和有可能是有目的性的随和。OK。所以变成就是你在跑了这么多国家，你自己本身的心得，就是我所谓的心得，当然你看到有提到这一些各个的国家的特质不一样嘛。对。那你在推动这个藏传佛教，有没有就是说在哪一个国家里面在推动会碰到一些挑战？每个国家都会碰到不同挑战。哪一方面举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没有。你说每个国家都有啊？差不多一样。差不多都一样啦，哈，那就是差不多的指共同点的差异性跟共同性是哪一种？那在台湾也可以，但是台湾也有，比如说他们有根深蒂固的自己的一些观念，知道吗？想法还有这些传统都有。那这个之间呢，
有一个问题在这边呢，那些拉玛们呢，一到那边不一定了解那边的这个文化，更最大的障碍也是语言的障碍。语言对。那这个跟马来西亚、新加坡 OK，在那些东南亚的国家都一样，西方也是一样。那西方有另一个问题在那边，也是法律的这个要求特别多，而且他们比如说哪里你不能打声啊，不能唱到恋句啊，那个是什么区可以这个领域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啊。是啊，所以我都是一样嘛。这我一开始说是，也就这样。那会不会就是说涉及到这个比较就是签证的问题？因为据我所知，藏传法师现在比较开放一点了在80、90年代都很开放后来又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嘛，所以在2010年之后，所有的藏传法师他没办法拿到一个居留证，他只能是那种一般的那种签证，他逗留的时间有时候1个月，有时候最多3个月。最近我们也积极的我们宗教这边团体也积极的帮藏传法师申请，那中医呢只能半年，但这半年每一次要出境一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那个消费来讲是一个很吃力的，因为你这个签证出去一次，你总是要住酒店啊，住什么啊？这个就是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后面呢有2个月要出境一次。你也是吗？现在半年了，现在半年。我知道，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在。但是我觉得这个签证这个事情呢，经常喇嘛的来回是问题，但是尤其是在西方啊什么的话呢，这个长期藏传佛教的至少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那边怎么去落地，然后就是生根。还有那边的，在那边在地化本土化，对这些方面是，比如说你看台湾也有，至少是有，其实有，我相信有几十个上市是已经有台湾的身份了，知道吗？我相信，我认识他们是永久居留证，不只是永久还有台湾的完全是已经入籍了，那边也是待了很久。不是，反正就是有了嘛，但有了，那能解决了吗？没有。我觉得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不在于签证层面，当然签证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其他，因为整个台湾的文化都是以那个民间信仰比较多啦，包括新兴宗教，他们的文化比较多。明白好。对 ，OK 好。最后你有什么我没有问到的，你想跟我分享？你都问了，但是我也很喜欢你就是快问快答的这种，一个接着一个问了。我也就比较容易讲。没有再补充一些吗？我没有问到的。关于不丹，就是一个金刚城的国家。而且这次的国王啊，他们的这个发挥呢，就是真的是成为了我们整个3代传承的一个榜样了，至少从这个角度，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你有没有想过，以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为什么这一次会想特别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国王的生日吗？不是。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他们也想更多一点接触，对吧？走出，对吧？这个就是这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对。身为一个国家来做的话呢，你不要很单纯的想他只是想解脱，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很正确的做法，正确的这个内容，然后就是有方方面面有好处，这才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全国的一个祈福大会是一个不单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它开始慢慢去接触国际所有的，而且不但这次用上了自己的优势，好好的发挥了，就是让世界看见了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文化和这种信仰和精神。其实是我觉得这个细节有非常多。我有一天住在那个第1号的那个帐篷里面，那我的旁边有一个老太太，老人家轮椅的，然后有一个人进来照顾他，原来是他们的总理。他们的总理。然后一开始我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又进来说要不要喝水啊等等。那我跟他说你是不是总理？他说是啊。可不可以一些还可以啊？然后他的妈妈和我们就直接变成，我说你很像我的妈妈，因为她也是80多岁了。
我说我的妈妈在藏地，然后他说你也很像我的儿子，很亲切。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身上的东西都给我，就是很甚至随和。国王来了，没有看到任何人。你看这个所有的出国，当然有基本的管制，但是没有那个叫什么身体啊，那个都要检查的，那叫什么手势。对对，他比较没有太过什么，就是比较随和。因为一般上我们所看到的总理哦，他管得很严。除了对总理、国王来了也都管得很严。你看国王呢，就是这个每天就是绕坛城，然后就是跟贵宾打招呼的时候，就是其实来到我的前面就很亲切的3次。他也有来到我坐在位置的前面，还最后我也跟他聊了几句。但是没有任何人阻止或怎么样。但是我也当然是尽可能最大的不是最大的，我就是很礼貌的态度嘛，不是克制，就是这样的。当然要尊重他们的文化，就是恭敬心。可是呢，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就是非常和平，因为这个和平是不是假装的？而且呢，有些大国都没有那么大的那种风度的或者那种自在的，知道吗？都搞得很紧张的那种。对。那他们小国，但是为什么那么自在、那么舒服？大家都那么，他们很有修养的。我看到他们在排队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人在大声说话，他们的声音频率，所有包括他们那个保安哦，他们都很有素养的，也不会很那种很粗暴的。所以呢，你说的锣鼓是其实是非常不成立的，有时候。不只是宗教，还有文明的角度。这是我真的是支持的很多方面的感受，知道吗？啊，明白，这个是恰恰是他们的特质。对，特质。所以这个，而且现在呢，很多国家也好，个人也好，我们的美国总统也好，他们都用 Twitter， 就是都是破纪录的在用那个社交网站呐，这个媒体嘛。那不但这次的发挥。我发现了，就是全世界至少在佛教界的领域，尤其是大乘和金刚乘领域的曝光率非常大。透过这个，而且以前没有来过的，说白了，就像格鲁派藏传佛教里面，他们不是有矛盾，但是呢，就是经常跟不但不会有太多交流。这次呢，这个格鲁派的也就是非常重要的2个上师专门来。也就是从头到尾虔诚重要的，就是说他很包容，而这个包容的是有自然有回馈了啊，就是更多人觉得哇很棒，然后很棒的结果呢，他们可能会就是认同了，或者有好奇心增加了，那可能会另外一个效应是他们的观光也可以变得更多。所以你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因为国王，这个是年轻的国王就会发起，就是说必须要开放的原因吗？因为年轻的国王是人也很好的，然后对自己的国民也非常关心的，再加上呢，他就各方面还有教育的背景，所以对现代和传统2个都就是非常。他会融入现代的东西。对，融入现代，所以我相信这方面就是他的想法，但是我不能说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明白吗？当然还有一些大臣给一些建议了。肯定有嘛哈。好啊，好，谢谢我们的真人仁波切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访谈，感恩。